由長江實業同港鐵合作發展，位於黃竹坑站嘅 Blue Coast 最新開放一個4房嘅清水單位，而 1A 座28樓 B 室為藍本，實用面積1267尺，屬於4房一套連儲物室洗手間間隔。門口玄關位設有一個浴室，以企缸設計。廚房設有3邊工作台面，備餐空間充足，配備各種名牌家電，包括煤氣煮食爐、焗爐、蒸爐、洗衣乾衣機、酒櫃同埋雪櫃等等。而儲物室連洗手間就位於廚房入面。客飯廳以長形開側，寬敞又方正，可以做到客飯廳分明。外連長形大露台，可以讓住戶飽覽窗外嘅景色。廳區嘅側邊亦都有一個浴室，以浴缸設計。主人房空間十分寬敞，不過呈長梯形，擺放家具就要花點心思啦。可以擺放到雙人大床，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再放一列嘅大衣櫃同埋書台，依然都有唔少嘅活動空間。設2面大窗戶，增加房內嘅採光度之餘，都可以望到開揚景色。主人房套廁同時設有浴缸同被缸。另外3間睡房就位於客飯廳嘅右邊。3間睡房間隔方正，都有預留位置擺放衣櫃。其中2間睡房更加設有角窗，可以望到更加開揚嘅景觀之外，亦都大大提升房間內嘅採光度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。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 YouTube。下次見，拜拜。